好多人都討論呢兩個字格局，咁但係其實喺 Rick Sir 嘅理解，何謂格局呢？如果你將佢拆開做兩個字先啦，其實格都係一個無形嘅嘢嚟喎。你有冇留意？其實你冇一樣嘢去形容到個格，格其實係你個人生呈現喺呢個世界度綜合嘅一啲狀態。咁所以有人話性格，咁其實你好難好具體形容格呢個字嘅。咁講個局字，局其實亦都係一件無形嘅嘢。嗱，到個局字啦，局其實係一個設計、一個 set up、一個環境，或者一個狀態，其實佢都係無形嘅嘢嚟嘅。或者你可以理解佢為道啊，即係道家個道啦，大道至簡個道啦。咁所以其實你無論格又係無形嘅嘢，局又係無形嘅嘢。咁我哋點樣去理解格局呢？好多人話啊，我想有個大格局，我想重塑自己成個呈現喺呢個世界或者喺個朋友圈入邊。咁但係你首先要理解咩叫空性先。呢個例子我諗大部分人都識或者理解，好簡單。你有個杯，你將佢放杯水，咁佢咪一個水杯咯。你攞個玻璃杯，你將佢插花，佢可以係一個花瓶。你將佢燉煙灰落去，佢可以變成一個煙灰缸。所以其實究竟係嗰件事物嘅本身有一個定義，定抑或係人賦予佢一個定義呢？呢個就係格局最底層嘅邏輯。如果你想重塑自己嘅格局，想人脈提升，你想人生去到另外一個階段，咁你就要真正理解呢兩個字嘅定義啦。簡單啲嘅例子啊，成日聽人講有心栽花花不香，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你要嗰朵花長得燦爛，究竟你係專注淨係望住嗰朵花，定係其實你根本就唔會望嗰朵花，你根本就係會諗啲泥土我用啲咩肥沃啲嘅呢？究竟擺佢喺邊個位可以陽光好啲呢？究竟點樣可以除蟲呢？令到啲葉、啲花瓣唔好俾啲蟲咬到呢？其實你嘅專注根本就係喺成個範疇或者我哋所講嘅格局上邊。當範疇啱咗，結果就會對㗎啦。當你真正理解格局，你做一啲完全同結果無關嘅嘢，但係可能往往就係產生結果最關鍵嘅因素。你望住個蘋果，佢唔會長出嚟嘅。你望住嘅嘢係啲乜嘢？你應該望住嘅係土壤啦、陽光啦、除蟲啦，可能你掘泥啦，或者你係望住一啲其他嘅嘢。所以我哋成日講格局等於人生嘅一個範疇。我最後有一個例子啊，可能即係做一啲金融或者保險行業或者係銀行行業嘅人會容易啲理解啲，但係佢哋都唔知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嘅，就係其實點解佢哋個個都要西裝挺拔咧？Rick Sir 都係嘅，今日我拍視頻啫。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見客啊，或者我去做一啲正規嘅嘢，其實我自己都會着翻好整齊，着翻套西裝，打翻條呔。咁呢啲其實都係格局嘅一種設定嚟嘅，因為當你自己將自己執得靚靚仔仔、整齊清潔嘅時候，其實你無形中已經係耕緊嗰啲土壤，你已經話緊俾身邊嘅人知你對呢件事好認真。其實你唔需要寫認真兩個字，你亦都唔需要話俾人知我對你或者我對呢個客戶，我對呢件事好認真，而係你根本成個呈現就係用格局嘅想法去設計一個你自己人生嘅狀態，從而令到別人收到你係認真，你係努力，你係信得過嘅。呢啲就係格局。咁所以唔知今日幫唔幫到你理解何謂格局呢兩個字啦。所以你睇完我呢條視頻，你會理解嘅係，咦，好似好難喎，定義自己嘅格局，但係其實又好似好容易。所以視頻前嘅你有冇 get 到呢？如果 get 到嘅可以留言分享。